台股今仔日开始开红盘，反弹超过400点，不过最后落221点，收伫咧42449点，台积电收伫咧2320块。花莲万里溪房山潭可能继续伫咧房山填出来出口一直贴悬，中在海应变中心下晡宣布绿地部分改做一般境界。那世界杯脚球赛冠军节阿根廷对阵西班牙，西班牙以1-0甲对方拍败，这也是西班牙队史上第2座冠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0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台股呢，顶礼拜五是大落，差不多是2953点，落超过季线了后呢，今仔日一开始开红盘，反弹超过400点，不过最后呢是落221点，收伫咧42449点。咱来讲到这台积电呢是收伫咧2320块起30块，不过联电和国基犹原是落较紧绷。美国四大指数受压，韩国虽然因为顶礼拜五休市逃过一劫，也毋过拜一出现补盘，韩国收盘4.46%。美国因为国定假日海之日休市一日，台股伫经过顶礼拜五史上上大单日盘2953点了后，拜一手反弹，早盘捌起超过400点，中反43000点，随即反乌，上下震动1117点，最后以42449点作收，盘221点。短线上而言的话，台股是处于一个去杠杆，那同一时间是寻找短线支撑的一个状态。过去交易过度拥挤的，包含像是记忆体、矽晶圆、成熟制程、被动元件等等的，那近期都是市场沙盘的一些重心。专家分析，若台股无法度守住42000点，指数可能调40000点走出制裁。那到7月底，美国四大分段服务供应商会当释出真好财报，有希望加深 AI 概念股信心强度。加上台积电等大厂展望犹原处伫正常，对支持台股有帮助。伫类股部分，台积电拜一股价开悬加悬，将场收伫2320块起30块。也毋过联电甲国际犹原跌停，有专家示警，当资金集中伫股市，市场波动风险提升，当全面投股扩大更怪操作，市场风险变悬。当指数高档震动，资金进出波动加重，一直到市场满足点出现，资金退离，指数都会开始修正。你如果没有卖，它可能价格会压得更低，到时候就真的是断头。在股票市场，我们尽量还是用我们自有的现金来买，比较没有这些疑虑了。学者建议，当股市正向修正时，以更怪季流的民众有断头的风险。加上今年就半年股市起伏上大，分析师预估第三季犹原可能回盘整理，呼吁投资人小心操控投资水位。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有问题油小数检验结果出来了，根据统计，对4月到6月，中年生产30批原油，除了较真无合格5批以外，有1批因为这外销无检体。另外有3批呢，也未出货原油较真符合规格。出了21批原油分做224件的一个检体，最后较真无合格油增加2批，目前是7批油无合格。那针对着这个事件原因呢，也委托着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成立独立的调查小组，要来查清事故原因。中年油脂本片比超标事件，药署公布检验结果，根据统计，中年油脂伫4月到6月拢总生产30批原油，除了拄开始就确认无合格5批油品，加1批因为外销无检体，其他24批完成检验，除了3批无出货油品拢符合规格，其他21批已经出货油品，佮分做224件检体，最后确认增加2批次无合格，就是7月16公告的批次，全数拢总有7批无合格。原油部分抽验是53件，其中4件检体不合格，均属批号313、115、0408及315、115、0413原油。终端产品部分抽验171件，不合格产品均使用上述2个批号的原油制。药署委托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成立独立调查小组，会二手专门检视制造甲品质管理流程。虽然背景事故原因甲责任归属，预计会伫1礼拜内完成调查。行政院也伫20早起讨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案，目前为伫10大修法重点，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频率，
特定食品业者注册实验室认证制度、实验室管理甲通报义务，参第三方检证机构抽样甲通报机制。细节第23高行政院讨论。我们也会参酌外界各方的意见，也会适度的引用这一次在因应食品问题当中已经在着手实施的处理的方式，将它适度的入法。到目前测配无合格品项已经退落回收有2771.2吨，其他有风险退落批处有5314.9吨。验过中立油脂因为劳保批处314115040油品加批处，但1115063无伫追溯系统申报，方裁罚600万。验过中联法院王表示，3115063批复申报截止日应该是8月70，无超过期限无申报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花莲万里溪崩山潭呢，到今暗头啊，欠水量已经有到571万立方公尺，水泄出来有变较济，不过拢无填出来。林保署表示讲，将有可能顶头呢水头的所在继续伫咧崩山海填出来，出口一直贴悬。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晡也宣布，这万里溪崩山潭影响到陆地范围降至一般警戒，若河川区域犹原是维持红色警戒，保全河会当长期后续也会继续监测。伫收容中心已经点超过10几天的民众，大家伫咧款行李，准备要转去。不过万里溪崩山湖到这嘛，也未热闹，佫开始伫咧落雨，敢会过几天佫爱转来？大家好高兴，想家了啦！我们担心过几天又要来。折腾，希望不要来。万里溪崩山湖这嘛最位的悬度是1089.12公尺，因为北地附近一直有土石崩落，而且真侪所在佫泄漏出来，和遗漏的时间一日前，大家紧张的心情已经变真久啊！应该要给我们确定的那个时间溢流点，因为我们等太久10几天了。你林保署的，你的坝顶高度1087.5，你的水位现在1088.5，你的水位超过你的坝顶。那坝顶就不是坝顶了。林保署讲，本来有个月1087.5公尺的遗留悬度，是这个吹背航拍所翕的资料，即马无法度知影坝顶加悬偌济。不过对每天的空拍加3D 建模，也是让知影坝体情形甲遗漏的时间。这上面的白花都是渗流量的水，那上游的这个崩塌的堆积土体大概都已经露出这样的岩石。那最上面1082的这个水量也有变大的一个趋势，整个的崩塌堆积土体大概都有局部的崩塌，有往下来滑动。这位桂连成肯定所有工作人员的辛苦，不过强调人命真重要，伫咧考虑坝体怎么结构稳定，而且保全河离开出来时间这么久啊，所以解读黄色警戒。下午3点钟开始，由黄色警戒降为一般警戒，然后万里溪整个河道列为红色警戒，请这个林保署花莲分署，你每天至少3到4次的回报。如果一旦水位的变化开始，或者是这个坝体产生的变化以后，我们的这个下达的黄色警戒也好，红色警戒也好的提升，会非常的快速。桂连成强调，未来水头的雨量若增加，或者是坝体发生溢流的情形时阵，各单位就要伫咧2点半钟久内完成疏散撤离。另外，因为关水闸门造成农业损失的问题，请农业部协助专案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对了，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这台中的中兴大学在去年有这实验室发生意外，2名研究生伫咧做实验的时阵，无说离甲氮气输一个伤过济日记，害伊讲这头壳会形坎杂杂。学校就讲咧，这代志发生了后，学生有去到校内的健康咨询中心讨救兵，也要通知家长，要来厘清这事故发生的原因。材料系的学生他们在分装那个液态氮的时候，因为一个疏忽那个管子的末端，它就是没有先把它固定好，所以因为液态氮的压力出来之后压力比较大，就造成那个管子末端甩开，那液态氮就有一个泄漏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时就是那个学生就因为这样吸的比较多的一些氮气，那就造成他有一些头晕跟胸闷的一些现象。
学校表示，经过初步评估了后，为着安全设想有通报119，医护人员初步救护确认2个学生生命现象稳定，随送病院进一步观察。学校也讲会进一步了解这事故原因，检视实验室的安全管理，还有这相关的操作流程，避免类似意外再来发生。来看高雄国际机场的跑道，早起伫咧巡查的时阵，发现讲有一大闭开，也因为这跑道敢若一条，航空站的早起10点15分的时阵，赶紧把这跑道封起来，进行预防性修补，害国际含这国内线有6个航班受到影响，甚至有一班国际航班呢慢超过2点钟。东兴市区开立机场跑道进行修补作业，原因是巡查人员20早起发现高雄国际机场跑道普遍出现闭损，考量安全问题，紧急伫10点15分封闭跑道做预防性修复。航空站表示早起航班较少，也提前1点钟通知航空公司。开场前巡场时发现跑道铺面有裂痕，经现场评估状况后，为维护飞安，于10点15分至11点25分进行预防性紧急修补工程。高雄机场起港跑道只有1条，拄着紧急状况，才当暂时封闭。虽然经济航班少会早起，修补作业又完造成高雄飞早返甲香港，也有Okinawa飞高雄的4班国际航班，参高雄配合对飞的国内航班各1班延误，有6航班受影响。降落也都蛮顺畅的，对。你是几点降落？我们刚刚应该是1点，我看一下1点多。高雄机场航班伫疫情了后增加，航空站表示，疫情了后会当讲当年拢有类似的状况。虽然跑道出现闭损原因也有待厘清，不排除可能是天气因素，也是较早起降造成损坏。专家表示，闭损可能影响飞行机的起降安全。因为飞机蛮重的，所以起飞降落如果有那些裂痕或那些凹凸不平的这些地面，都会让这个轮胎有不预期的影响，所以基本上原则上是尽量的进。机场大厅人来去，修补工作伫11点25分完成。航空站提醒有紧急也是临时状况，会向受影响航空公司发布公告。旅客出发进前会当向业者确认航班详细动态。记者综合报道。有旅行社饭店会去到机场接人客，桃园机场公司就表示讲，若准用这菜牌啊，或者用这行李伫咧大厅占位，影响到旅客卡路，8月开始就会处罚上悬罚2万5。接机大厅旅客出口的机场啊，定定客真侪接机的人。逐摆若人伤侪，业者就会直接用接机的空板、行李箱，也是个人物品占位碍着通行的路线，引发纠纷。旅客对此有无同的看法？如果是长期占位的话，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地方是公共的区域，不是他们私人的。那如果你只是短暂的，而不是说一直在那方站的话，那没有影响到就是民众的通行的话，其实对我们而言，我觉得就还好。行李箱是没看过，我都有看到立牌站一排的人，就是站在这边，是真的是有看到。那会觉得动线会影响吗？还好啦，我个人是觉得还好。桃园机场旅运量今年顶半年超过2578万人次，平均年同期成长9%。如果今年有希望破500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为了要维护旅客通行甲航廈的规矩，桃园机场公司表示已经发函提醒旅行社配合，后续会继续加强巡检。那一直看袂听，8月份开始会以民航法开罚5000到25000块。所以他现在要开罚，你们的看法是什么？他们有他们的考量啊，他们考量，我们当然是尽量配合，也希望说他们有地方让我们可以接，像国外的，不管是哪个国家，不是都有设一个接机区嘛？那不然等下怎么接机？对不对？你如果说你不给人家摆，那你要有一个地方专门的区域给人家接。如果说呢，能够给一个比较专门的区域，那用统一规格的接机牌，应该也是一种好的方法。旅行社业者表示，接机人员拄到尖峰时刻，确实一位难求，所以3、5、4会占位，建议设接机专区，彻底解决通行甲接机的乱象。记者综合报道。讨论这中年油脂出问题，也引起食安修法的讨论。国民党议员讲要绝食烧铁案。今日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宣布，明仔载后日调开这线顶国事会议的时间，邀请全台湾的各县市首长参加，呼吁中央重视。那国民党团也提出食安法修法的方向和违规罚10亿等的规划，而且也号召民众7月25上街头抗议，呼吁政府要有食安的解决措施。
中年油品低干物本便比钞票争议，引起政坛对食安法修法的攻防。立委20出动 LED 宣传车，就抓要走遍台北市街路，批评中央一直查不出原因，搁一直闪责任，要求加速修法。食安修法，刻不容缓。食安修法。行政院导演台进前强调，会强化源头加制停管理，搁移向情况的通报机制、三级品管制度，搁承诺要加强扫位治理。不过，南亚立委质疑管理强度不足，认为应该为法制民做起，建立源头拿查制度，采取零容忍、零投机的态度，包括把预防性落来写入法律内，建立规范制度，搁爱设立异常状况立即通报通知，保障通报的员工，保护检举的人。强制标示主要原料的原产地，不能只写着台湾制造，让消费者完全不知道黄豆油料的来源来自哪一个国家，彻底防堵洗产地的疑虑。除了修法要求业者标示原料产地，那为嘛主张把违规厂商的行政罚款为上关2亿提高到上关10亿。国民党团当加强修法，那赢真侪议员甲议员参选人19已经发起小耍绝食。20中昼，台中市长罗秀燕甲基隆市长谢国良等人嘛来探视关心。不是明天就是后天，我们很快就会宣布。第一个原则是尽快，那第二个呢？全台湾所有的县市长一起邀请哈，那所以呢，不分党派，不分蓝绿。台北市长蒋万安等蓝营顶首长针对725上开刀，强调食安不分党派，招民众穿白衫站出来。7月25号，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关注食安、关注民生的议题。我们不谈选举，所以我们也不分蓝绿白。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关心彼此，关心我们自己以及下一代的健康和食安。希望一起来呼吁我们中央政府对于食安快速的做出回应。毕竟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查出这些致癌油的问题。那这个是需要给执政党一些压力，让他快速的对于民意能够有所回应。面对由闹日市面，南投县政府表示，会建议中央伫食安问题发现的第一时间，就要成立紧急应变中心，统一对外发布状况，莫阁互中央甲地方无同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国家通信团伙委员会 NCC 规划2026城镇轮型演习8月要举行，而且头一届呢要演练这行动网络受阻碍，全台湾14县市分2阶段实行。时到呢，这手机啊拢无法度用网络，干那会当敲电话发简讯尔尔。那国防部长郭立雄今仔就回应讲，演练用行动网络降速来测试实体线路袂受到影响，也是要来考验到这国军指挥一个管理通信闭关的能力，日后也会扩大到其他地区。反攻演习搭配城镇轮型演习最近进行，整合民防、空防，提悬个人国防加在防的意识。今年城镇轮型演习配合反攻演习，会伫8月进行。第一遍加入行动网络受阻演练，会影响手机上网30分钟。考验我们国军的这个在这个模拟的这个情境想定之下，我们的这个直管通讯备演的能力。郭立雄讲，演练唔是甲网络规个切断，是甲4G、5G 网络的速度降到本来1%，固定网络未受影响。演练分2阶段，第一阶段8月初10下昼2点半到3点，主要是中中投混加中部7个县市；第二阶段8月13同时间，北北基桃德宜7个县市。行动网络速度规个降来，手机上网未顺，一部加社群服务无效，只敢会当敲电话加传简讯，维持灾害时阵核心的通讯需求。南亚立委关心网络降速对民生金融的影响。对经济的损失，一般的估算是5亿到30亿。这个金额当然不是很大，对国家来讲，可是对很多人很不方便哦。跟你讲哦。所以刚刚我有提到几个部会应该都有做过一些评估，应该把时间也是往后延到这个2点半到3点了，就是说会有演练这个降速。你那只是配合股市而已啦。李亚立委讲，伫降速演练的时阵，若发生真正的危机，也要提防敌方会趁机会进行铺设地带攻击。他在我们做演练的时候，直接执行攻击，在执行攻击之后，来否认他们执行攻击，那就是为期行动。那这样子的为期行动，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中多次出现。相关的部会来做好这个这个有关治安的这个联防
的一个机制了。这边降速演练，南部甲东部县市并无参加。郭立强强调，这是第一遍验证，所落来照这边验证的情形 ，NCC 会阁做完整的规划，以后应该会扩大到其他的地区。记者综合报道。今年香港呢有4间独立册店，互警方超11个人以牵涉到煽动罪，互人抓起来。在去年有国内独立的这个册店和出版业者做伙来开记者会声援，因是呼吁大家做伙来关心捍卫出版也有言论自由。香港独立册店店员徛停停，互警察掠走，这件代志嘛引起社会关注。香港今年已经有4间独立册店互警察搜查，11个工作者涉嫌煽动罪，香港警察逮捕。国内有独立册店拜一开记者会，声援香港的独立册店，嘛呼吁台湾社会做伙守护出版甲阅读自由。香港这一次的事情，它法制的改变之后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寒蝉效应以及外溢的恐惧，其实是有点像温水煮青蛙，所以它必须要有非常模糊的红线，让你自己去对未知产生恐惧，然后自己去限制自己。今天这本书为什么有问题，我们不知道。今天抓了卖书的人，那接下来会不会买书的人也被抓？台湾主业的代表指出，香港警方表示查扣的是有煽动意图的册，不过却无甲标准讲得清楚。那册店出版社无法度判断什么款的内容会违法，都可能给刑事责任，开始自我审查，连作者创作空间嘛受到影响。有即款甲中国较近的研究，香港足精彩的即马香港的大学袂当出版，香港的学者无法度出版，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无法度出版，即个中国研究真正就无啊。台湾出版业甲独立册店的代表拢认为，香港长期是华文出版真重要所在，嘛是华文世界研究甲理解真相真重要的来源。那香港出版自由继续受到限制，影响的毋那是香港，嘛冲击规个华文的出版环境。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进前来做协力厂厂长的詹文宏和南口发电厂的一个厂长朱文忠，互人指控讲林内利用采购案，甲人摕220万和80万。专案今仔日宣判，一审判詹文宏7年，朱文忠9年，甲因乌色业者停付价罪。另外一站呢是中油炼制事业部进前的执行长痴汉，互人指控摕超过2000万。宣判进前呢，伊破坏这电子卡扣5天了后，互抓到，检方伫今仔日也甲起诉，建请判刑3年6个月。因为贪污不被带回约谈，迄当阵做台电协力厂的厂长詹文宏，加南口火力发电厂的厂长朱文忠，涉嫌利用采购案，伫林内甲厂商收乌西钱，案件20宣判。台北地院依照贪污的无违背职务收贿定罪，一审判詹文宏7年，朱文忠无违背职务寄予贿赂罪判9年，会当上诉。征信的前主管他因为坦诚犯行且有具体事证，所以我们已经在2026年的4月都将他依规定来予以免职。至于这个朱姓主管因为他没有认罪，将他停职到目前。那他现在这个部分已经送到惩戒法院。詹文宏一审有罪是合议庭认为伊伫咧民国113年做台电的核能发电处长时阵，焚化炉加毒物设备的采购案，各项特定业者得标，并且协助通过验收。不过伫咧侦讯时阵拢认罪。也主动讲出钱藏伫咧天棚，所以依法减刑。送钱乌西信号的厂商一审判缓刑，不过北检追查怀疑伫咧7、8年前就公务员用采购案收钱，标出协力厂集体贪污的案件。今年6月国再发动搜查，带回5位官员侦办，詹文宏被第2遍约谈。伊本来是电子设备监管交保，尾也撤销改做羁押禁见，案件也未终结。你为什么要逃跑啊？共反映采购案贪渎的，还有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痴汉，被指控收乌西钱超过2000万。迄当阵伫宣判进前，伊破坏电子卡条，走去台东的山区插5工，要走去海华进前，互检警抓到，即马起步逃走的部分，检方另案起诉。徐姓被告涉犯毁弃及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弃保潜逃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痴汉因为贪污一审判25年，这回伊阁涉及盗亡，阁再被求刑3年半。共同这回协助的痴汉的查某朋友，也阁有一个查某的朋友，涉犯偷藏连环等罪嫌，和交检分别求刑半年甲2年6个月。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宜兰县消防局长徐尚义牵涉到这参会的钱乱报，6月检方发动2届搜查，这局长牵涉犯着贪污治罪条例50万交保。局长最近讲要来申请退休，受到外界质疑，也那县政府表示讲会依法来办理。调查人员陪伫咧一边行出去消防局，宜兰县的消防局长徐尚义6月因为消防局加入去参会核销无老实的备案，去检调带回去调查，上后检方依照贪污治罪条例，予以50万交保。本府消防局局长因生涯规划且已符合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的自愿退休条件，依法申请退休。徐尚义最近因为人生的规划，而且符合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的退休条件，依法提出退休，依照相关的法定程序来办理。也毋过外界就质疑这个案件就还未侦查终结，徐尚义说大声提讲要来退休，就是为着避免若日后向起诉，就领袂到退休金。官府同意退休，并无妥当。若官府回应，对着徐尚义也有检察机关调查当中的案件，调开考纪会来审议，查袂到退休抚恤法内底有袂当予伊退休的规定。伫咧8位丰泰灾害应变中心会议了后，就无阁公开出现。官务会议大多数拢是由副局长代理出席。若是机关就认为局长来提出退休是个人的权益，毋过官府应该先思考，伫咧涉贪案了后，要安怎提振基层消防员的士气。那我们希望，我们县政府也要对我们的消防基层的弟兄们，也要对他们的士气，我们要稍微也做一些鼓励跟提振哦。根据检方的调查，徐尚义伫咧消防局核销无老实的案件，涉嫌伫咧办理公务参会核销的时阵铺报经费，今年的公款搬去买一寡酒，甚至是私底下来请人客。专案检方也搁在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新北警方查到一个诈骗集团，透过便利商店的交汇编，叫民众将黄金寄予因兜主，目前尚无有13个人被骗去。专家认为讲呢，这诈骗集团利用这便利商店，未去限制民众寄什么款的物件，利用这款的情形来闪过对诈。大批警力就前，俩90多个查甫人看到相关一直哀叫，一直指控。刑警分几路，伫台北市甲新北市陆续查到诈欺车手，所领的包裹装有满满的黄金。新北市刑大调查，国内有诈欺集团，假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透过超商交汇编交付实体黄金买股，用的方法就是讲，会当以当日现价边靠手续费，将黄金顶值变现金投资，随后制作不实小品获利，互民众真相信。诈骗集团常利用超商交货变作为金流移转管道，于短短1个月内即查获50个诈骗包裹，新台币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自今年3月到今，至少已经有13人报案，其中未少有过价锁定专业人士，不过无排除哄骗的金数更较侪，总财损超过1亿。便利商店的很难去核对车手身份啊，也很难去确认货品的内容啊，所以诈骗集团的确会喜欢利用这种管道来指派车手去取货啊。点至交汇编网页，虽然明确规定禁止运送现金股票甲黄金等物品，不过警方分析，超商并无有检查的制度，即马伫新北市更较早协头一个以交汇编处理不法获利，规避诈欺。物流业啊，在配合这边的部分啊，势必要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反制的作为。透过 VESP 的管道出金，占金额的38%，所以表示整个虚拟资产已经成为诈骗集团很高度依赖的洗钱的通路。当然的诈骗方法，爱设法防范之外，未少会诈骗查了钱，后手更较容易虚拟货币洗钱，比传统转销还是 ATM 出金速度更较紧，只需要6分钟外。公司部分安怎合作防治，正做真重要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避免时段伫咧室内无冷气降温的吊扇，环境部和台南市政府等单位透过科技预警，若准室内超过35度，就会启动社会福利关怀独居老人，而且也有全台湾头一张针对着气候的保险单，要来守护弱势时段。气候的变迁，全球不时出现极端高温，台湾也同款。尤其台南地区常常出现全台最高温，独居的长辈伫个室内，若无开电风，也是冷气降温，较会因为高温煞掉线。就去超市遐坐一下啊，好小可降温一下呢，行呢，对因公司行过安尼。市府也结合环境部酷龄气候关怀行动。当室温达35度 C，
及启动电话与到府访视。为了防止侪伙人伫厝里丢沙，台南市政府甲环境部合作试办建置控高温地图平台，透过 AI 技术预测未来的室内温度，若室内温度达到35度以上，就启动下伏关怀。针对5% 的人达到第3级的时候，例如说特别热的时候，就是36度，就升级加强关怀还有访视，所以这个是完全针对这个用科技找风险，用人力来送关怀。除了前阵将高风险对象，有保险公司推出专台头一张高温保险，7月开始伫台南试办，保费由银行基金会公益支出，以中介收入中价等人做保障对象，至少3万外人受惠。环境部嘛，甲视野扩大到都市内规划，互民众出外行有树黄的路，提供中价等族群较舒适的出外环境。我们希望说，一个县市都至少能够提出10条的遮阴路线。那这个遮阴路线上可能有公园，可能有学校，可能有停车场，那串联起来就是一个所谓遮阴路径，这个是民众非常需要。针对都市内规划，环境部希望在年底前会当推出都市实在维护发展法，确立全国有同款的公共实在甲绿地养护的管理标准，确保公共实在设置甲养护工作。记者综合报道。热天时啊，骑奥多拜伫个外口走，晒日头真艰苦。台中市对今开始呢，到8月28，试办红灯减秒专案，针对着市区4条主要的干道，拢总有67个路口，缩短15秒到25秒红灯等待时间。专家认为讲呢，这缩短红灯的时间，唔免一直晒日头，车流也变较顺。热天日头赤炎炎，温度较袂着就30几度，真侪骑奥多麦的人挡袂牢。等红灯的时阵，有会啉饮料，有的是停伫火车边凉不要因为夏季而气温高热而造成中暑或其他热危害的因素啊，当然是能够避免是最好。台中市第一遍伫咧休热的时阵试办红灯减秒。自7月20到8月28，每日8月到85早起9點到下晝4點，4條主要幹道67個路口，每一個路口平均等紅燈的時間減15到25秒。其實高雄伫咧5月底到8月，你是伫咧40幾個超過200秒的市區青紅燈的路口做調降。因為台北市是常態性實施，每年7月到8月休熱離峰時段，全市擴大調整740個路口，平均縮短21秒。減秒措施讓騎奧多拜加行路的人日頭袂晒遐久。我們把它做一些秒數的略減，但是也不會影響到行人穿越的秒數，沒有壓縮太多。行人綠燈的時間都是依照設置規則，上面有定一個行人的最短綠燈時間。交通團體建議，若是效果好，會讓延長試辦的時間。加緊車流的順環效率，讓車流會當維持正順。市府講會繼續收集車流量加相關資料，來做是毋是擴大辦理的參考。記者綜合報道。中華會段因為這中東戰爭通過振興經濟紓困金助地條例，一個人會當領6000塊的禮金。那這條錢今仔開始發。公所強調，講這條錢是這公所的稅收省落來零售費用等等，袂去影響到財政。另外講到這線西呢，這台電的生活福利金，今年呢公所也提懸到一個人領2000塊。公所人員無用咧點錢，甲6000塊的禮金裝入紅包袋內底。中華關會段鄉因應中東戰爭造成民生物資起價，進程是來通過穩定進行經濟禮金助地條例。8月開始要發放鄉內每一個人6000個禮金，大部分的民眾攏真認同，認為地方財政有剩都應該要有合理的運用。當然是開心啦，天上掉下來的錢誰不開心？政府配有稅金，應該是有存錢。你無就交轉國庫，安那發對象，對合理。會段鄉公所表示，公所的各項稅收加上省落來人事費用，財政穩定。扣掉這邊普發禮金開掉2.6億，鄉庫大約各有4億。普發禮金未去影響公所運作。另外，所在鄉逐年攏有來自台電促進電力發展的協助金回饋給鄉民。今年公所特別加碼，提懸到每一個人2000塊，嘛伫8月開始發放。那我們總共的人口數是15600多人哈，台電的補助的經費大概是1400萬左右。那我們考公所的自籌哈，大概是有2500萬。越多越好啊，越多越好了哈。跟上雙薪好相關呢，這是政府給我們的一個生活補助費嘛。我是覺得是這樣，更前期一點
关系都没有啦。除了中华花旦乡、线山乡、伫新竹、宜兰、苗栗等乡镇，嘛拢有普发现金的政策。因为今年底是选举年，嘛有出现这是政治操作的步数。不过花旦公所甲线西公所拢表示，普发现金拢有相关的自治条例，也是法院依据，目的是希望减少不计起价对民众生活影响。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讲到这热天时啊，真侪人爱去到屏东小琉球去耍水佚佗，偏偏有人讲袂听。若今仔日早起呢，就民众看到讲有2个游客伫咧花岗岩附近耍水，一直去烧了，一直去摸这海龟。海巡警官接到通报了后，赶紧来出动查缉。经海巡人员循线追查，于花瓶岩岸际发现并逮捕2名台籍男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在此呼吁，面对野生动物，应把握3不原则：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对这画面，会当看到讲，这游客存落去海内面呢，伫咧海龟的脚趾边安尼摸来摸去。海巡人员甲这2个台湾查甫游客呢送到屏东地检署侦办。小琉球一直咧宣导，最近这几年呢，这烧了海龟案件大大减少。不过今年到达也是有2件。农业处也提醒讲，若准去烧了这海龟摸海龟呢，会当依照着野保法。会当罚这1年以下这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而且上悬会当罚到30万。来看这高雄的后眼溪呢，这10八呢，真侪鱼仔变多，水利局的警官已经呼吁挡外的死鱼啦咯。也那这环保局表示讲呢，目前暂时排除工业废水污染，是因为这水质监控拢是正常，这部分也会继续调查和监测。行挖过油厂大排水叶，阁会当闻到臭味。里长表示，水利局人员19对这时一直呼到暗时11点，到目前为止已经呼出5吨外的死鱼啊。他们已经做到快11点了，还要继续再打捞，我是觉得对他们这是体力上也负荷也不了。我说那先暂停好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啊，明天早上再来继续打捞。虽然乌阴煞雨，环保局唔甲大意，继续派员监测后眼溪、兴中桥、河段甲油厂大排。水色虽然热了，不过水质 pH 值甲溶氧度拢是正常。早上起来都这一段清光了，那边我去看都在旁边，因为都在旁边的草丛里面。以前人大跟中油嘛，中油停止了，然后日月光以前有放废水，它也整理完了，所以加工区应该的可能性，我认为不大啦。后眼溪前日出现大批的死鱼浮伫水面，经过研判，鱼群是因为天气伤热，水中溶氧度过低来死亡。环保局表示，大排附近拢是人家厝，林武大社工业区的污染几率无悬，嘛有可能是油厂大排是咸正水的交界，拄着海水倒溢，水质改变，鱼群就较高死亡。环保局会继续监测水质，加强河面的巡检。记者综合报道。日前结束81年啊，日本政府20载起伫恒春半岛出海口沙坡进行日军围掘调查作业。这搭是当年日本军舰这玉丁丸沉船的所在，希望会当透过这调查，也个 DNA 鉴定，协助确认日本兵的身份，和漂流伫外地半世纪的日军围掘有机会登去加速身躯边。深深一鞠躬了后，用土瓦吐土，表示开学仪式正式起果。日本战没者遗骨收集推进协会20载起，伫屏东恒春半岛挖近出海口的2大所在，展开遗骨调查，暗算作业2礼拜。这嘛是日本自1975年来第2摆伫台湾开学，协调垦管处、台电核三厂和屏东县府一稳准通過，协会就赶紧作业。80年前に船が沈んで、たくさんの遺体がここに流れ着いたというのを見て、実際にその、遺体をダビに付して火葬して、埋めたと、その作業に参加した人からの証言をもとに、ここの場所を特定しました。おそらくこの2箇所の試掘だけで12時間終わってしまいますが、最後の2、3日は掘ったところを埋め戻す作業になります。因为巴士海峡第2战时期，未少日本军舰和运送的船啊，被美军拍沉去，结果超过10万名兵啊死去，其中日本军舰玉丁丸有5000人无命。日本的文书工作者这几年透过收集资料、访问恒春居民、调查遗体漂流、火化各大地点的证据，日本政府去年派人来勘查、确认资料，加上台日交流捌，让这届开学的计划顺利展开。
刚来台湾的时候，我一直找台籍日本兵，差不多3年。疫情的时候，我在这边找骨头，然后疫情完了之后，日本政府那边跟我联络了，想要那个落叶回根的，想要带回日本去。协会方面表示，移骨的时间已经超过80年，保存状况真歹讲，规个作业有一定的难度。若过程中发现遗骨经过判断是日本人，会带回日本进行 DNA 鉴定，希望协助确认身份，回归故乡。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高雄的北岭国小是全台湾唯一的台语实验小学，学校呢用这台语来教学教到要满1年咯。有学生表示讲，虽然无一定介教讲，不过已经真惯习伫咧学校听到台语。也若伫咧真传的老师是讲，上界大的阻碍是家己的心魔。老师也透过日常的台语练习，和囡仔做伙来进步。今仔暗时10点，公视台语台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要带咱的观众朋友来看这台语学校拢是伫咧学什么款的台语，也了解到老师和学生对这台语浸水式教学的反应。你的脚头虎爱靠动着你的手地哦，准备3才开始。体育课老师用台语教学生嘛用台语应。这是高雄的北岭国小，是全国唯一的台语实验学校。自去年9月正式挂牌到今年要满1档啊！对北岭国小来讲，台语唔但是1礼拜的一门课，更是教学的工具，让学生用台语来学数学、体育和音乐等等。台语台节目台湾新眼界嘛，行卡到学校了解学生对台语沉浸式教学的反应。上体育课，敢会敢咱研究，会袂？袂。数学吼用台语学，会听无袂？听有啊。学生表示，虽然无一定介教讲，不过已经惯习在学校听台语。北岭国小的理念就是讲台语，理解文化，爱有行动嘛，注重多元。家长普遍上烦恼用台语上课，敢会对人袂着。校长强调，虽然台语是主要的沉浸式语言，不过教育部定的7大学习领域，主科目的课程拢无减。所以袂因为讲，咱的囡仔来学台语，其他主科啦，不管是国语、数学、社会、自然、英语。会来甲放少伊的时间拢无，阮有德国囡仔，也有日本囡仔，也有原住民的囡仔。因遮阮拢按照咱教育部的规定，1礼拜有1节本土语，这个本土语伊通家己选择。那第一线的老师是讲，虽然支持学校的理念，不过上大的阻碍是家己的心魔，惊台语讲袂认得。老师嘛透过日常练习，对囡仔做伙进步。一开始咧用台语上课的时阵，一定会足侪囡仔拢听无的嘛。安尼我就一句台语，个。一句国语，安尼做伙讲的时阵，囡仔就慢慢学，慢慢学，嘿，对。即摆我差不多用80%的台语来上课，囡仔是会使的。校方也表示，虽然北岭国小是台语实验学校，不过因袂强迫讲台语，也尊重学生的母语。台语强用是校内真顺畅的语言景观，嘛鼓励无同语言背景的学生互相尊重甲学习，希望培养学生的文化底子，嘛正做走向多元的世界公民。记者综合报道。为了保存传承西丽七坎的武术文化，云林县政府开始以8000万去制作西丽七坎武术园区，按算117年1月完工。武馆师傅功夫进展，甲过去先民为着要开垦守护家园，常常学武术来防盗贼。其中以西丽七坎武术上出名。不过时代演变，学习武术的目的为保护家园，转变做强身健体，互真侪师傅要传承武术，煞无固定的地点。预计8月会来正式来开工，那工期是520间，契约金额在4亿8千多万哦。那我们大概预计在117医院会来正式来完工哈。已经存在的这些馆舍啊，包括了振兴社、勤习堂、吴野馆，还有凤山馆，都会利用这个基地来培养更多的武术的人才。为着保存传承七坎武术文化，云林县府找适合的场地，选伫咧西丽镇武树森林公园边啊，会起一个西丽七坎武术园区。未来完工了后，会提供武术的展演、训练甲交流的空间，让武术文化会当继续发展。是一个研习、典藏、传承，一个武术教学，一个文化传承保留的一个地方，让我们西螺七坎武术文教基金会有一个新的风貌，在起承转合当中，这个继往开来之下，能够继续延续下去。西丽七坎武术文教基金会就表示，未来武术园区完工了后，会当做武术传承基地，嘛会当传承各派武艺，做一个全台湾有代表性的武术中心，让本土的武术文化会当代代相传。记者综合报道。
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次新闻，讲到这现代科技新产品无数高人冠真神，不过这背后有真侪人做伙辛苦打拼。来看这美国呢，这 AI 产业快速发展，各大科技公司拢伫咧起这资料中心，虽然引起基层的反弹，这杯呢全美国42个州就人做伙来反对起资料中心，是美国头一届针对 AI 基础建设所串联的抗议行动。美国各地亚洲议会大楼外，真侪民众也停止资料中心扩张，保护社区顶漂语，抗议 AI 资料中心快速入来地方社区。发起行动的组织 Human First 表示，全美国迄天拢总42州142场抗议活动，箭头指向科技头人，这一年来大量兴建资料中心，批评开发的过程欠缺公开说明，嘛无得到居民的同意。Here in Georgia, $2.5 billion this year are going to go in tax subsidies to data centers. They're being built in communities where they harm the locals without their consent. To build AI without their consent, using their data, which will be used to spy on them, take their jobs, and concentrate power in the hands of unaccountable Silicon Valley elites. 面车母公司 Meta 伫5州兴建的大型资料中心工程，长积极伫兴建，附近甚至兴建专属供电设施。不过工程造成草真侪树啊、设备噪音，也佫有大量能源、水资源消磨，互社区的不安持续升悬。道路边已经出现无爱资料中心的抗议标语。I'm not looking forward to no trees, a lot of noise, just anything that comes with a data center. 意见真侪款的美国反对兴建大型资料中心，是少数几个会当下过意识形态界线，集中民众的议题的其中一项。根据路透，亦破数6位民调，敢若14%的美国民众支持伫家己社区兴建 AI 资料中心，安怎兼顾科技投资、环境保护、甲居民权益，当成做美国地方政治的新焦点。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世界杯足球赛已经结束啊，那相关产品也袂甲写叫。不过呢，这活动若结束，真侪物件拢变做是货堆啊。伫咧呢，北马其顿呢有一间工厂专门回收这世界杯球衫，佮家己重新设计过，咱做回来看卖。世界杯脚球比赛时常常滚，北马其顿这间小工厂内底，车衫的师傅手嘛停袂落来。不一个，伊毋是咧做新的球衫，是甲一领搁一领，原底可能伫咧比赛了后，就互单调的国家队球衫改做是 fashion 的装塔。Oni više sad nose na van svetsko, a mi već pravimo kolekciju od te dresovi, da se spremamo, da kažemo, za posle svetsko prvenstvo. Ta roba će se slobodno da možemo mi da im pokažemo što može da se napravi ta roba već, kao unapred. Umesto da se koriste stari dresovi, koristimo novi. 这间工厂和荷兰的工会盘 FC88斗阵合作，当当职业脚球队也是国家队换赞助的厂商，或者是改签新的服装品牌时阵，原底球衫都会伫市场判定爱报废。一般来讲，拢会集体消费，啊，不过因甲球衫再生创造，变做是球衫的救星。Ako mi objasniš da postoji 20 milijuna komada tekstila što stane posle ta celo svetsko prvenstvo, tek onda shvataju ljudi koliko je ozbiljan problem što ima i da nudim mi neko rešenje za to. I mislim da su oni to dobro prihvatili do sada. 业者帕维奇就讲，所有第二摆创造的产品，拢经过用心设计制作，保留原底运动衫特殊的设计甲想法，甲独加拿球队的记号。画面当中，这个大卡网就要用3领球衫才做会出来，细卡网就要用2领底裤，帽仔就要用1领底裤。Zato mi je mnogo lepo da se vide da gledamo da koristimo detalje što su njihovi, znači ovo što je te 3 boje što se koriste u shorts se vrati nazad u kačket isto. 这间工厂即马有7个员工，逐个月做3000项产品，其中大部分出口去荷兰，再个销去欧洲。因甲这体育比赛了后废弃的物件，创造出新的循环经济价值，员工嘛感觉真骄傲。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基隆台北通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23度。
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嘉豪，咱再会。